来看今年的双十宴会伫高雄，站高雄港边水当当。今年计举办2万点宴会，半点钟的表演拢真精彩。嘛有邀请东京奥运咱台湾选手做伙参加。若今年配合防疫，敢若开放2万人去现场看。也毋过伫4库里啊、基丁、西雅湾、大高山，都有出现济民众去看宴会。 这个暗暝，高雄港和七彩烟火照甲真光真水。今年双十宴会配合台湾民谣甲流行歌曲的音乐，佮有港岛独有的海景，买2万发的烟火嘛是历来上济。 30分钟的节目，嘛有双十节等等特殊的宴会。这摆活动特别要感谢参加东京奥运的台湾选手，所以嘛邀请因来现场，甲总统蔡英文做伙主持放烟火仪式。这一次我们国庆焰火选在高雄释放，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见证，经过历任市长的努力，还有陈其迈市长定的加速推动市政，已经让高雄 有非常不一样的崭新面貌。今年因为防疫，敢若开放2万人会当坐伫港边欣赏。不过，亲像大港桥附近，有真侪民众是规家伙仔出动，甚至有人是对家己、对台北来高雄看烟火。我们中午就来卡位了，12点就来卡位了，等了9个小时。我们早上就来了，然后4点多才来这边。 对埔里到西雅湾，规个高雄港周边，各有高雄轻体，拢是满满的人潮。双十宴会嘛，替高雄增加观光的商机。记者邓亚文、赖伟做高雄报道。